因为天呀，经济国家现在太平洋的利用的数大概是有80%，我农作做完了，我本来后期就会先嘛，又会先又会开成3号的形式，但是3号先是不会的，所以我们点不一样。 所以真正你在讲，那个电梯是充满别的要听个3个月，亲自来讲，3个月我改不了小事，3个月人不是不小心的，所以咱在西山是3个月半小时也不小心，3个月我每天的1学期，每个每天的最多这样啊。 他们就这种人，1个月1次，只有这段时间啊，只有这段时间啊，所以3个月，甲只是用来说明以前以前时间等等，不一定恰3个月啊，或者是4个月，干回去不一定，干回去不一定，虽然用紧。 但免不了，咱免不了要感恩欣赏。但是咱们是要咱咱中国跟别人的为问题啊，也要提醒嘛。所以，你看，咱们全控制亲情的牺牲控制来讲，这一定有。那么控制呢，感觉了解这个点了，关键把握的机会啊，是把清醒。 老师都对这个气氛，公料也要，公教就要，关键是吧？多方面方面，老师你哪里比较好啊？我坚要什么就难在去法律虽然都是公后但是我咱们照顾是我们比较对不对？当初那不需要，我有其实点。 事业梦想，事业做每个梦来，关键要找表现。为了不是快乐先，为了不当为了不当快开先，为了不当快发先，为了不变快实现，为了不减快开先。 台湾是把思想是有什么观点？到这里，做干部讲他给我在那来看的，为谁是清醒是不理？老师不干的是讲他们讲，但是我一定讲他们有理。随时去看，但是这是他办的这个，我要别什么东西。这样子是吧？我不集合，那么不集合。 就点不是中心主义，有点中心主义啊，是太正常。所以呢，现在的情况也有这个，那种情况就是安排差差，安排差差，安排逻辑，亲戚关系谁看？不得看，不得见得看，但是会让人。 提起精神，面对的事情，有理该不是现实应该，各有应该的现实，各做能感上方。容易就不接受，因为咱们容易这是小小的汉字，汉字得
现在个些差距，哦，这个厉害厉害，啊，不好意思，因为汉这个汉，包括全村体，好，跟我们在练过，有些就是。